这是什么？这是依恋送给你的。我回来了。哦，回来啦。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，我已经在去幼儿园的路上了。啊，不是少宇受伤了吗？我怕你赶不及，我呢也闲着没事儿，赶紧把他接回来。你说把他一个人放在幼儿园，万一碰见坏人怎么办啊？谢谢你。少宇帅哥怎么啦？啊，没什么大事儿了，估计这会儿已经到家了。哦，哎，我还没问你呢，你俩怎么回事？怎么还跟人打上架了呀？是这样的，碰到一无赖，差点撞到我，还非说是我撞到他的车了。啊？不是，那你没事吧？没受伤吧？我没事儿。哦，行行，你没事我就放心了啊。呀，还给我留面了呢。我和天乐已经吃过了，这是我和天乐为你留的，你尝尝我俩的手艺吧。你和天乐，你干嘛了？哎，人家打鸡蛋来的，鸡蛋是他打的。是吗？都会打鸡蛋啦？真好吃，好香啊！我都快饿坏了。这是什么呀？这是我折给少宇帅哥的，祝他早日康复，并谢谢他保护你。嘿，我这吃醋了啊！我这都陪你一下午了，你怎么没说给我折一个呢？行吧，你再陪我玩一下午，我就给你折一个。嘿，还玩一下午呢？哎，看看天儿，再陪玩下午就晚上了，夜里了啊！乖，哎，把这写完了，快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你做的？你做的？我跟你们说了多少遍，文案不能这么做。客户没那么多时间听我们解释，30秒钟之内，他就会决定让不让我们接这个案子。这是你们做的是吗？拿去重做，明天早上9点之前全给我。谭总，给你冲了杯咖啡，提提神。谢谢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依恋送给你的，他说希望你的伤能快点好。你的胳膊好点了吗？小伤没事儿。看您工作太拼命了，要是累的话，就早点回去休息吧。不累，这么多年，早就习惯了。很多人都觉得我很风光，被人簇拥着，但实际上根本就没有人理解我。我自己的孤独，只有我自己知道。守得住孤独，才能收获别人所没有的东西吧。所有失去的，老天都会以另一种方式补偿给你的。我不信老天，我只信我谭少宇自己。还有些事儿能补偿，有些事儿没得补偿，也无需补偿。谢谢你的咖啡。那我先去工作了。
说的这都太专业了，我其实不关心这个，我就关心我戴上去好不好看。咱买亏啊，第一位还是要安全，你说是？是。你说我戴这个会显脸大吗？不会，特别好。行，那就这个了。哎，在哪付款？来，在这儿美女，来。啊。你是哪个？哎呦，这干嘛呢？慢点喝，急赤白脸的，什么事儿啊？啊？哎，干嘛呀？哎呦，干什么呀？找你有急事儿，重大突破，关于谭少宇的。说呀。谭少宇当年谈过的那个师姐叫尚文芳，这个师姐比咱们大1届，后来莫名其妙就退学了，之后就再没人见过她。然后呢？你还记得李璇吗？咱班班花，就那个追过谭少宇那个。哦，就是没事老穿一碎花裙的那个。对。啊！我问过咱们班同学，只有李璇见过这个尚文芳。不是你跑来跟我说这个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哎，你不觉得这消息特别惊人吗？啊！你大胆假设一下，大胆点，这个尚文芳最有可能是谁啊？接下来的事儿呢，就是我帮你把李璇找到，你跟他见面一谈，你不就知道是不是你心里想的那样？依然，你这快过邻家的门了，我是越看越喜欢你呀。哼，小冉，最近啊，好好调养下身子，争取过门以后，今年就完成任务，给奶奶生一个大胖重孙子，让奶奶这心呀也踏实下来。奶奶啊，还给你炖着鸡汤呢。待会儿喝点补补身子啊！奶奶，您别着急，天乐这2年可能想先发展自行车店，生孩子这事儿真不着急呢。怎么能不着急呢？他都奔30的人了，哎，人的身体呀，一旦过了最好的时候，就耽误了生育的最佳时机，将来对孩子和产妇的身体都不好。奶奶，其实我找您来，就是想跟您商量商量，结婚这事儿，咱们先缓一缓吧。因为我觉得天乐好像不太乐意，我不想逼他，毕竟结婚是2个人的事儿嘛。哎呀，什么愿意不愿意的？他能娶了你这样的媳妇儿，有什么不愿意的？天乐这孩子，你别看他表面。其实他在恋爱上面是很愚蠢的，应该好好教教他。哎，小冉呐，这并不代表着他心里没有你呀。啊，我知道。小七阿姨呢？啊，在花园里浇花呢。她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呀？哎呦，你甭搭理他，这个人的一些小心思啊，我全知道。他想仗着自己肚子里那个孩子，把我们林家的财产全霸占了，所以他难免对外人都怀有敌视。不要紧的，奶奶会维护你的，你放心吧。婚纱店啊，我都联系好了，过2天你要有空，就跟天乐一起直接到店里去吧。奶奶，婚纱店你也选好了啊？拍婚纱照这事儿真的不着急呢，要不然咱再往后推一推吧。怎么能不着急呢？小冉，
你这是怎么了？原来你不是挺想尽快的跟天乐结婚吗？这天乐也好不容易答应结婚了，你怎么又……哎呦，孩子，男人只要收了心，女人的好日子啊就到了。啊，听奶奶的没错。啊，奶奶去看看鸡汤去，你坐会儿啊。哎。下班了吗？你一来，我不就得下班了吗？哎，哥，接你下班的来了啊！哎，你怎么跑来了？刚刚去奶奶那儿了，顺道过来跟你一起回家。哦，没什么事儿吧？奶奶都说什么了？又跟我说了拍婚纱照的事儿，这回他给咱们俩订了一家婚纱店，还说想让咱们去试试呢。都约好了是吧？成，那就听他的。哎，对了，我呀有个事儿呢，想跟你商量商量，征求一下你的意见。这伴郎啊，我想请谭少宇。你看啊，这爱宝啊，白天上班，晚上呢得照顾他妈。这磊磊呢，长得太年轻了，站我旁边吧不太合适，所以就想跟你商量商量。想来想去呢，就剩谭少宇了。那个，你要觉得不合适，那我再想想。没事儿，这你就定了吧。行，那什么，你跟这儿坐着等我会儿，我收拾完了，咱们立马回家。你说这么闷的天儿，你特地来找我，就是为了你拍婚纱照的时候，让我给你当伴郎？理由我不都跟你说了吗？人家爱宝跟磊磊都没时间。再者说了，最关键的问题，这不是他们俩长得不行吗？你想想啊，爱宝一大胡子站我旁边，看着跟我叔似的，你说拍的那晃晃也不好看呀。咱是有审美档次的人啊，这跟审美档次也没什么关系。天乐，我直白的告诉你，我肯定不会娶。一，我没有这个时间；其二，我也不感兴趣。你说我穿的西装笔挺的站你旁边吧，不觉得挺傻吗？这怎么傻了？哎，就当个伴郎拍个照片。哎，再者说了，你就不想近距离的亲眼看着我和依然步入婚姻的殿堂吗？天乐，这事儿其实你找谁都能干。我这公司下午还有事儿，先走了，改天再聊，多体谅。哎，我说，哎。